港鐵觀塘線延線今個月23號通車，預計每日有18萬人次使用。新車站方便咗紅磡同何文田居民，但係現有油麻地、旺角同太子站，預計就會比現時更加擠迫。據了解，港鐵內部評估，到時呢3個站喺繁忙時間，乘客可能要等2至3班車先至可以上車。由陳耀忠報導。繁忙時間想喺太子站搭去荃灣嘅列車，有時都要等3、4次先至得咯，無奈咯，即係都要等㗎啦，冇得等，冇可能即係衝入去啊嘛。以為車頭易上啲，一樣要等下一班。慣晒啦，慣咗啦嚇，冇乜嘢，等多班啦嚇，通常1、2班都有㗎啦。太子站成日都出現呢啲場面，因為荃灣線繁忙時間載客量已經飽和，觀塘線亦都接近飽和。不過嚟緊人流可能再逼一啲。觀塘線延線10月23號通車，當局估計每日會有18萬乘客使用。港鐵預計繁忙時間觀塘線同埋荃灣線嘅轉線段同埋荃灣線嘅過海段都會多咗乘客。油麻地、旺角、太子呢3個轉車站，而家繁忙時間好多時都要等下一班車先上到車。據了解，港鐵內部估計，當觀塘延線通車之後，呢3個站有1半乘客可能要再等多一班。咁都冇辦法嘅，係啊，咁我又逼啲咯，係啊，咁係唔好嘅。逼唔到冇辦法啦，係啦，我諗加密啲咯，地鐵港鐵可以加密啲班次咯，特別繁忙時間咯。想易啲上車加班暫時唔可行，因為荃灣線嘅信號系統負荷已經去到上限，班次加無可加。要加班嘅就要等到2018年荃灣線嘅信號系統完成更新之後，咁到時班次會密一啲，預計可以再多1成嘅乘客。港鐵話現階段難以評估觀塘線延線通車之後實際客量有幾多，同埋對個別車站有乜嘢影響。又會繼續現時嘅早晨7、5折優惠，鼓勵乘客改喺非繁忙時段搭港鐵，並且會研究點樣舒緩繁忙時間高載客率嘅情況。有線電視記者陳耀忠報導。